烟叶巅峰时的美浓，3步一烟楼，5步烧烟飘，一甲子后，烟叶走入历史。当初烟叶大亨林春雨的整排烟楼，也因为闲置太久，整个天窗被台风吹走。永安街上这个典雅的门楼古厝，是一代烟叶大王林春雨的故居。你看这条路啊，这样子过来，突然之间变成一个转弯，原来是这个门楼啊，让这条路转弯。1995年都市计划，门楼面临被拆除的命运。在美浓乡亲的努力下，门楼得以保留，也成了美浓重要的观光景点。这个主堂是我阿公1916年的时候整修的，那个是80年以前的那个，才有黑色的瓦，后来都是用红色的瓦。林家祖堂墙面由3层不同材质建成，其中蕴含深远寓意。那上面白色的部分白头偕老，那中间的瓦四四方方的，成年人要成为家里面的中流砥柱。鹅卵石的部分，子孙绵延。人丁兴旺的林家，每晚开饭至少7桌。那么大的锅，还有这个啊，当然我们家在我记忆之中的话，大概就是60几个人的。每天都好热闹，喊闹捏，好热闹，喊闹捏。厨房还留着当年的大锅，林家媳妇炊食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。在褪色的砖瓦间寻找当年豪门的容颜，时至今日，依然可从中体会美浓当年的繁华。上课喽！喊闹捏，喊闹捏，喊闹捏。